我叫路德，我本來唔屬於以色列人，我只係一個摩押女子，一個外人。但係神竟然揀咗我，放我喺佢嘅故事入邊。嗰陣時咧，我嘅世界崩潰晒，丈夫死咗，前路冇方向，身邊只係剩翻拿俄米一位年老又傷心嘅婆婆。佢話：你走啦，翻去你自己嘅國家。但係我心裏邊有個聲音好溫柔，唔好淨顧自己，愛要有延續。咁所以我答佢：你往邊度去啊？我都往邊度去啊？嗰句說話唔係浪漫，係一個抉擇。我放低自己嘅安全感，揀跟隨一位受傷但有信仰嘅人，選擇相信一個我未完全明白嘅神。去到伯利恆，我冇乜可以俾人睇得起，每日只係喺田裏執麥穗，陽光又猛，手又痛，但我知道每一粒我執起嘅穗子都係神嘅恩典，佢冇忘記我，冇忘記我哋，直到我遇見波阿斯嗰個善良啊敬畏神嘅人，用愛同憐憫覆蓋我哋嘅貧乏。我明白，原來神冇停手，佢不斷喺人嘅生命中延續佢嘅恩典。今日回望啊，我嘅生命好似一條燃燒過嘅燭芯，曾經被風吹過啦，就熄滅咯。但神親手再點起我，佢用我去延續一個救贖嘅故事。因為我同波阿斯所生嘅孩子，成為咗大衛嘅祖先。而大衛嘅後裔呢，就係嗰位真正嘅救主。所以我學識咗一件事，神唔係淨係揀有能力有地位嘅人，佢中意用普通啊願意延續愛嘅人。願我嘅生命能夠帶少少光，照亮仲喺黑暗中尋找出路嘅人。如果神用過我，我相信佢都可以用你。